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麻烦收看福起来阿明姑刘浩明。今日福起来有想到一个quite特别的朋友，伊唔单止算是数语的推广者，嘛还一个数语的翻译员，同时伊嘛还一个新片数语的一个创作者。啊，在咧蔡依明先生来到来现场，有人分享讲，当初做嘛个学数语，同时也很向去推广啊，咧新片数语，啊，就马上欢迎今日来宾蔡依明先生。先生好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蔡依明，今日非常歡喜來到一個節目嘅現場。觀眾朋友睇到一片，會發現到講，伊唔單止講數語大為改流，但是伊係講客話。可是這節目以前，我同觀眾朋友講一下講，其實我哋咧唱線上伊唔係客語，伊係來自我哋鄰邊嘅河洛語。伊唔單止講睇也為伊什麼樣地步，伊學習客語，同時嘛學習我哋原住民嘅話，但是伊嘛學習我哋嘅數語。可是回到我哋故事一開始，當初哪想去學數語呢？當初接觸到數語係本身係大學嘅特殊教育嘅，特殊教育其實我哋畢業以後有嘅限制就到啟聰學校嘅去教，啟聰學校其實冇強制講一定要會數語，不過會數語可以是學校地度嘛，我哋有幾多學長，人都係手語社的，然後就有請我哋嘅學弟妹強下去學數語，我就有個機會接觸到數語。因為講到數語一件事情，嗰種觀眾朋友，從我哋差唔多50-60歲觀眾朋友，反正還記得講以前我哋有啲5等獎，5等獎後來有啲比賽係手語的比賽，可是有一站嘅地方，我哋嘅沙飛地方其實幾流行數語，然後尤其譬如講我哋太學沙團地方，好多有嗰個手語社，然後一定比出來呢種跳舞練腔下地方。有時候我都想講，一個真係比真還是比假咯？都在一點比嘅數語，係真是標準的數語哈，還真係還是講，而係真是一種跳舞。嗰時候其實唔講係乜啦，至少睇佢一站嘅地方啊，等咧天師地方啦，吼沙團地方啦，甚至我哋睇沙飛地方，我看到幾多人嘅比數語。但是真是，但是唔定用，輕用講，係因為沙飛嘅風氣改變啦，還是講佢可能技術個進步誒？好，嗰種人可能第二季都可以談得到誒。我只是慢慢地感覺到講，睇越來越少人喺沙飛地方看到大家人哋打數語誒。嗰種回到我哋今日嘅節目嘅主題講，唔能當初學嘅數語以後，唔能除非當因為佢嘅可能教學嘅時間可以使用，但是你實際上真係有用嘅多下。其實我學數語係接觸到數語社團，數語社團其實就係同嘅董事嘅5點獎有幾大嘅關係。大家其實就會想講打數語嚟表演，安尼講安尼同數語安尼上台嚇，那唱跳舞安尼，唔過我後尾我背面人發現講，其實我哋數語社團嘅成果展發表演時，有啲聾人差唔多1年會來看我哋表演，人就問人講，你講看嘅時我哋打嘛嘅，其實就冇，人看你哋跳舞啊，你動作可以講，唔過你嘅數語我冇買，看你唔知買意思，就原來係表演同真正用數語來溝通，係兩碼事，係冇共用嘅事情。但至少我感覺到講，其實按你一種表演嘅形式，不用太人提供，接觸到開始提供係數語嘅一種意思啦。好，但是真正我哋在講法時間，真正講發現唔係講法，係在打數語嘅時間，好，在溝通嘅時間，都冇可能按慢通順，甚至按講嘅數來比來比去，可能因為有時公司前嘅時間，其實一般來講，我都發現你比個假。好，可是後面同我哋觀眾朋友，他要講一下講，譬如講我哋而家數語咧打數語一件事情，後面同我哋講法為一種邏輯共用啊。數語其實即我哋國家語言法制度已經講，就一種語言，冇錯，既然係一種語言，而就要嘅名詞啊、動詞啦、文化結構都同我哋講法語完全都冇相同哦。完全冇相同。完全冇相同。係，咁而應用嘅一種結構咯。假設講我識翻，其實講我翻識。愛台北去一個數語結構係安尼。嗰時等於如果佢從有啲人咧，有啲語言嘅文化係統治變嘅後輩嘅一部分。
咁你話嗰種講一開始就係學數語嘅，可能一開始都接觸到也係伊啲語言嘅結構嘛，吼。可是像我哋，像譬如講，像先生來講嘅話，唔係啲會講話，吼會講話嘅人，啊，你即係學數語嘅時節，要轉換嘛。我轉換，我當時學嘅時節就開始數語歌咩，數語歌其實冇時候去小一個問題，就完全只有一個詩來打數語就好。不過最近都我接觸到翻譯工作嘅時節，講數語翻譯工作時節，我嘅龍老師先生教我嘅時節就講，你要打數語翻譯數語，要人嘅好多人聾人都看嚟識嘅數語，古時候人做唔得。絕對做唔到照講話嘅樣式來打，而照我哋聾人嘅數語文法來打。嗰種嘅時間我就開始改，我嘅做唔到打數語嘅時間，就千萬唔好講話啊，上講嘅數語用嘅標案嚟打。係因為其實有位啲身份係算是我哋數語嘅翻譯者嘛，吼。因為做到翻譯者時間，如果唔係從我哋譬如講我哋講話，有時候點點多多講話，其實唔係對方哋都會。但是唔變成啲翻譯者時間，可能見面翻譯的係一個真實的一個內容，或者個重要內容。嗰個時間唔按樣去解講即個，唔可以講，因為佢哋講談嘅係一回事，唔打嘅係一回事嘅。啊，嗰種中間的一啲轉換係樣嘅動作，係樣嘅練習同佢克服咯。從開始嘅該從2-3年嘅時間，我就該認真去參加嘅翻譯班嘅訓練，啊都拿到證照吼。其實過程其實是差不多4-5年以後，嚟讓講真正拿到翻譯員嘅證照。啊，翻譯嘅證照有個過程，其實有個培訓嘅過程，其實該嚴謹、該嚴格安尼。啊要。數語翻做口語，口語翻做數語，啊，還要接觸到個文法嘅結果係安尼。其實嘅考試內容都係我哋嚟準備嘅過程。嗰時候其實嘛係經過一個長時間嘅一個訓練，嗰時候咱可以訓練到講真係談多嘅時間，同打出來嘅其實係一個完全冇用過一個文法嘅結構地位，但是其實係在正確去打出一個這個嘅內容。但是係外圍一個聽驗問題嚟講，因為其實譬如我能把法語翻成客話，都出現一個問題講，因為人他講人的法語嘅長度幾好，譬如講成語啦，哈，譬如講我哋嗰度嘅一種嗰沉悶嘅詩，其實我哋客語冇一個對應嘅詩體，但是嗰種講我哋把法語變成數語嘅時間，譬如講成語嘅部分，我用嚟處理啊。其實一件事情我之前就想過，古說就像我客話唔係我母語，我後輩嘛又接觸到講，一件事情新嘅事情客話用嚟表達，我就會跳過一個客家電視台嘅新聞，人嚟播，其實客家新聞報導係講第一數接觸到新嘅事，用客話來轉移過程，啊新聞工作者就會去想到有問題，同樣嘅問題也發生喺數語，那就講從三板斧嘅堰塞湖用來表達，我就臨時就會看新聞、數語新聞來學習最新嘅數語嘅表達方式。啊，人哋講台北嘅新聞中心，見打，啊看越多人見來見多打嘅方式，我就停講，啊古天好來嘅有個新嘅事，大家就會按嚟打法。哦，嗰時等於都講，其實唔單止講，其實喺學外數語打法以外，新嘅一種名詞，而係用嚟去打法，用嚟去解說一件事情，其實嘛係一個幾重要嘅。但是同樣嘅啊，因為譬如講唔講三板斧一件事情，呢個堰塞湖嘛嗬，因為三板斧一件事情，我哋先講口罩好啦。當初我哋疫情來嘅時候，口罩有個名詞。冇人去杜拜，錯啲，要注意錯。冇人去杜拜，嗬，因為揾到香港人有一啲最立嘅，係有件事情，他講嘢OK，我冇問題，嚇，我哋可以接受到。因為佢是阿媽講，嗰種像一種新嘅名詞嘅轉換，其實對數語界嘛講，係咪其實嘛會有嗰種，譬如講難別啊，冇得講使用嘅方式，冇共樣嘅一種方式啦。
有數語基本上台灣數語喺日本時代就分咗台北同台南兩派，就北部數語同南部數語。那我睇南部睇我其實都有南部認同嘅堅持，雖然而家大部分人都會打北部嘅數語，就會堅持講我盡量打南部嘅數語。不過針對咗新嘅名詞嘅時間，其實你就會發現講數語嘅主播也變咗一多擺一。半年地度，也強用嘅名詞，伊就變3、4擺，結果就慢慢地停下來，你就發現講，伊慢啲調整。我天天看這個數語新聞嘅時間，天天調整，到半年後我就睇個睇佢就冇一個變咧，就一個名詞嘅打法。咁從一般來講，反正係要做一啲數語嘅翻譯嘛，嗬。咁一般數語嘅翻譯，佢從出現呢個場合定哪咯？佢從出現呢場合就係講，用講獻祭嘅時間，或者聽說有一年哦，係有之前嘅疫情嘅時間嗬，佢推動縣政府嘅疫情嘅念詞咧，佢重要喎，佢重要係。因為從我哋做行業口譯嘅時間，因為我哋嘅行業同我哋嘅翻譯算是一個漢語系嘛嗬，嗰時等於講，其實我哋嘛可以一隻字按嚟對過來出發，嗬，但是嗰種變成數語嘅時間，伊很用嘅去把了解意思去打成用數語咯。其實數語就真正考驗我哋能力。不過有一個時間講名詞，要講英文嘅名詞、原住民嘅名，因為你嘅名過特殊嘅時間，你冇法度念詞就轉譯過來。故所我就照師打，要講其實改快方式就控書。直接用寫，不過也係喺藝人溝通嘅時間最唔好嘅方式。故所翻譯過程地度，其實嘛面對佢太挑戰，人哋都磨練自家安尼。係因為好多人講到個獻祭場，獻祭場佢有時講到國家，佢其實面對人哋按講法按家嘅一啲問題係容易解決。其實就講平常時談到冇看新聞嘅時間，人哋數語言啲書就開始驚動，然後又講。人哋速度係藝人之間嘅問題，唔係講而講價嘅問題。對翻譯嚟講，就時間能力唔拉，故所人有時間可能翻譯人就冇時間咧，數會精通就講，你談多上癮，你就念詞會變做數語。嗰個其實翻譯一樣事情其實冇簡單，數語嘅翻譯嘛更冇簡單。休息下喎，下個節目我哋話嗰度嗰精彩內容哦。翻過來復起來嘅，所以節目來自我哋推動嘅倡議面先生同我哋分享講，伊當初做乜學數語。我想問一下先生，因為頭頭已經講我講，其實後來你做翻譯嘅時間，其實規模大。我唔錯啦，因為翻譯是規模大，但是有時間我感覺到講，因為其實你至少一啲走勢打嘛，還是講可以走一段嘅意思來打嘛。我認為就數語一段嘅意思，就數語嘅語法文法來打。可是從一般，佢藝人算是傳遞訊息的人，然後我們把他訊息傳出去嘅人，但是可能你這個真是你這個有想到講，你打敗數語，你真是可能是有想過有問題嗎？有冇反應就表示講，而表情咧按咧，就冇打數語冇了解，因為講直接回答我，用數語來回答我，就講也就可能是啦。所以等於你講，現場嘅一啲反應其實係算是對你哋來講櫃台嘅一啲專業地方啦，因為從我哋做口譯嘅行業口譯嘅時間，我哋某一啲問題都講，到底係有咩名詞？翻譯嘅名詞，有啲會，譬如有啲會見現實，如果好把一啲鬼長嘅名詞去說變得鬼短，譬如說都更，但是唔講都更變客話都更，我哋只是談嘅時候，我哋常常會遇到咁問題，但是問題係講，唔得把都更如把佢變開啦，我哋講解壓縮啦，都市更新嗬。我哋會時間會聽唔到，因為2小時變成4小時嘅時間，一下會兩條 email，我後來全部聽唔到。嗰時其實我哋常常會遇到有個問題，就講，譬如講有新嘅名詞，我哋講簡單嘅一啲名詞，我哋愛啲解壓縮好，
变成一个完整的名词，还是这段来讲？时间拉的时间会解压缩。时间一天唔拉，我哋总有冇得讲时间拉时间。冇时间拉。跳伊的时间，你啊，伊这个最总同讲啊嘛，我都唔可能去要求伊慢慢来讲。但是我哋都希望讲这个可以听得上。我哋翻译嘅經驗就講，有啲名詞，假使講哦，時間唔拉嘅人哦，會改段嚟表達。假使講有啲已經翻譯過有經驗嘅，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改革就表達出來。假使講有啲名詞係人之前做翻譯工作冇接觸過嘅，就唔講嘅，條哥講嘅個直接哦，同有啲兩隻字用數語嚟打出來。唔過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講，可能人都在可能是有看唔上，有可能看唔上，有幾個老師嘅問題。冇錯，係有天嘅問題嚟講，像有條佢重要嘅專有名詞，唔當樣打。譬如講，其實係疫情最出來嘅時間，我哋後來錄幾天嘅有個 COVID-19， 嚇，COVID-19。咁按呢專用名詞，冇得講，譬如講我哋有啲貴重嘢，我冇辦法去改法案嘅名詞，唔幾常用打。我喺聽聽數語新聞嘅打法，來打佢看數語新聞最新嘅名詞啊，你講用嘅打法，我哋數語人咯，其實咧時常每日都會看入嘅數語新聞，學習新嘅名詞嘅打法，讓有辦法體現從名詞中有嘅最新嘅專有名詞啦，來翻譯出來。嗰個突然都講，其實平常如愛，但係講平常如愛學習呢種新嘅一啲打法，學習啲名詞嘅打法。但是我有啲現場嘅一啲經驗，我馬上問講，各種我哋講法嘅人，這個已經發現到一公差嘅，唔能用啊。數語翻譯人哦，其實以演出工作就講，一公差嘅咪翻出來，伊講啊一套冇翻譯，我冇一年一期法都會翻譯出來，即係我哋做翻譯人，基本上係總以一個看人一個翻譯嘅對象嘅愛做嘅事情。嗰時候人家意思都講，這個糖都默嘅，你都從伊啲機器用嘅，這個冇一啲判斷錯還是唔錯，你都照段翻譯出來。錯。你都等於我係啲字幕機啦，我是字幕機。錯。我冇一分別到底也嘅意思係錯嘅還是唔錯嘅，因為我都係啲把也嘅主講者也嘅內容去翻譯出來一點嘢。係因為其實我亦都係我即個嘅經驗講，因為當初我哋做一啲總統大選嘅片段嘅時間，其實有個當初一啲講者，伊都真係講茶法。佢講法，我相信係伊即個口誤啦，係因為嘛，後來咪真係講伊口誤啊。但是嗰時陣我腦筋裡邊都在想講，錯，都用冇唔錯，因為其實亦都我哋常常會面臨到一個問題，因為口誤多多少少會有。好，唔單是講書師可能講茶，好冇得講，真是A 講到 B， 好，佢多多少少都會用。可是這變成一個翻譯的人嘅時間，我都係角色係默嘅。可是我就算打，人家都講唔打茶，唔講茶，唔翻譯茶，人家唔會翻譯。但是你走到嚟，你這個去調整，後邊人家講唔都可以改變人嘅想法。好，嗰時我頭腦擺有問題，問人講，嗰種即係啲數語嘅翻譯人。糖都有問題嘅時間唔能用啊！按人家嘅立場，你以為講，我都係一個翻譯機，錯，好把我糖到嘅，甚至於講，佢翻冇講哦，我還是喺度打入去，好，因為也真係拿最真實的去展現到現場都會發生乜事情，因為其實有啲人糖唔到嘅時間，如果講到講，做乜現場安亂，都會發生乜事情呢？好，嗰所以只係透過你這個嘅一個服務，然後一比地講，現場都會發生乜事情。嗰時候其實做翻譯也係一件事情，真係冇簡單。好辛苦。咁唔係幾陣 TV 上映嘅時間，我見唔到。我 TV 上映嘛是講銜接重合，其實就聽唔到，聽唔到嘛硬聽，因為幾時間功力要唔拉啦，係講硬雙重安嘅。但是你是譬如講銜接重合是有時以為用我哋嘅證件公報嘛，嚇，有時拿拖，但是有時有人下面一堆人能用拖啊。如果拖稿演出嘅時間，對藝人嚟講嘅挑戰櫃台，藝人要看到之前係要有些人會唱歌啦、表演啦，有個
媽講喺唔好糖嘅話，其實人數一年就講，糖多嘅時間反應可以完全焦點啊，你攞攞是反映出來，就講唔好糖嘅方法是可以反映出來。馬反映出來，馬反映出來。跟住創果馬反映。反映創果馬甜點一個節奏安尼吼，佢從有用安尼，兼加啲創果果實嘅馬雞啊，都會反映出來。安尼哦，嗰種伊創嘅很糖唔是咯，譬如講。而創嘅迄個德文果誒，無論西班牙文果誒，就會講係我一個創嘅果，我睇唔識，兼加點安尼。個等於講，唔只是變成一個規整式的去傳遞當時嘅一個情形嘅事情。嗰個唐代入面觀眾朋友會想到講，咁我哋係咪可以來學習一個簡單嘅俗語，唱下哋唱線上同學能教我哋一些簡單嘅俗語。好，冇問題。我哋來學習簡單的術語啊，最開始就講大丈夫咩？講大丈夫講好，好。哦，好。有好。而啲通常都代表好，係咪？好。係啊，例如講大家好，大家就話你強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，嚟強下來學術語嗬，強下就係安尼嗬，全部人嚟丟強下，強下。學術語也嘅藝人反映嘅語順嚟個術語講強下，術語學學，就安尼嗬，強下術語學。嗰時變成個通詞都變成後背嘅。錯。嗰時對我明白的大術語嘅時間，唔一腦筋會想東西冇？習慣咧，就完全都係咧，通詞聽錯嘅方不用追名啊咧。錯。都等於講用另外一個腦去處理一件事情。錯。唔可以用嚟講化為嘅腦筋去處理一件事情。那地講其實而家一真係喺推動啊，咧新撇術語一件事情。做乜特別把新撇一件事情對術語嚟講，算是一個特別的題脫離出來。其實看術語同新撇嗰種冇相關啊咧。唔過我有一擺喺台北參加同志太遊行嘅時間，發現中華民國聾人協會、中華民國聾人協會沒有參加遊行，就發現有幾多嘅聾人哦，他們多人馬上喺地講哦，參加對一個議題有關心嘅時間，我發現講哦，原來我哋做新撇平等嘅運動嘅時間，唔單止哦，我看到嘅一樣嘅人。每幾多無強嘅人，其實嘛，你關注一個新撇嘅議題，其中一部分就係聾人。我就宿舍到台北嘅做新撇議題嘅術語翻譯員，人都本來嘅想法哦，原來術語同他唔多一件事情，其實就會雙重弱勢。唔係講嗱，他唔多，我就唔會變成同志。他唔多，嘛有可能會變成同志。即係兩件事情咧，確實有可能存在。就想講，我自家關心新撇議題，我有曉術語，我想兩種結合起來，推動一個事情。點解當發現到講，冇錯，可能他唔多一件事情係人弱勢，同志本來嘛係人弱勢。佢加上而係啲他唔多同志來講，而對於弱勢地位弱勢。咁從一部分嘅話。唔能推廣我哋新撇術語一件事情，係可以俾人用嚟聽數下。其實對於藝人嚟講，咁多人藝人咧幫助人就行出來，願意去交朋友，因為喺交朋友嘅時間，幾多人用軟體看到嘅天障就完全就起起來。連見面都唔會見面，對人來講交朋友一件事情就幾困難。那我嘅目標就講，我哋邀請講談嘅多人聽人向下來參加，透過學術語一個發通來提高人接觸聽障同志，認識聽障同志一件事情。講原來學術語嘛做得認識新撇議題。嗰時喺唔同書上嘅推動入去新撇依啲術語依啲幾重要原因，咁有乜嘅影響到？有影響到，其實我係看到台北做，我哋台東人停停做，我所第一講，目前全台灣有做嘅應該都係台北，人嘅同志熱線，同我哋台東嘅同僚協會，有兩隻團體有做，其實台北嘅人較多聽障嗬，咁啊確實真係要來參加一個田江術語班、彩虹術語班，有差唔多嘅人。嘛要談得多人向下來參加，本人要溝通，互相認識嘅機會。那台東嘅目前嘅部分就係講，聽障
本身就少嘅，要天長要同志，更加係冇。啊，不過我哋咧彩虹手語班要天長，差唔多人向下加入來學習安尼。嗰個數語一件事情，唔單止講係一個社會議題，同時嘛係一個性別嘅議題。休息下喎，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節菜故事哦。翻過來復起來嘅，所節目來自我哋台東嘅蔡依明先生來到我現場，我就分享過乜嘢叫性別數語。我做請問下先生，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，其實唔單止有做數語嘅翻譯嘛，嗬，我今日推廣我哋性別嘅數語，咁即個要開課。我哋提推動係我即個有個協會個同僚協會係關注一個性別議題，本身有個數語嘅翻譯員，佢就同一個結強下。一整年一擺，推動師簽一張委所，啊，做得透過數語來關心性別議題，啊，透過性別議題來學數語，啊，本一個人有交流嘅機會啦。咁本嚟講，家中係即個係一個完全唔會數語嘅人，我喺教嘢也辦，我會對一開始最基礎開始學嘛。最開始完全唔啲冇基礎嘅人，我哋會有嘅教育嘅基礎啦。啊，不過一次講現實嘅狀況就講，一次都會有人加入，啊有人就一個冇一個嗰硬性規定嘅環境咧，啊基本上係一個交流為主。比如說我哋嘅即個群組就會用一個數語嘅基本字母表，本人屬實，啊假使講以持續有來2-3擺以後，我就會漸擺咧本嘢嘅基礎。不過就算唔曉數語來加入，其實我嘅個別化差異嘛，將對嘢長度來調整，還有講法，其實唔係講完全都無法度學。等於你講唔係講佢硬性嘅規定嘅一個數語嘅訓練啦，最主要其實係有啲委所，有啲議題，他個人可以去用數語去了解我哋地位嘅性別嘅一個事情，同時睇性別地位，嘛用一啲本一啲機會，本他個人去多多認識，也為性別地位，譬如講談唔到嘅同志，你可以用一啲最簡單嘅數語去提供，唔係本他個人去接觸到嘅。嗰個商業班將來嘅課程地方，係唔係即個睇同僚協會去開課，啊要同別啲協嘅合作冇，要別啲一啲委所合作冇。基本上用同僚協會去做，就係講推廣性別議題。啊，沙比處其實嘛要同我哋接觸講，我哋嘅數語一整日一擺嘅大家去講啊，嘛要同多嘅聾人加入，譬如沙比處嘛上嘅我哋向下合作，就講今日我都要教數語嘅，啊要做性別運動，就天數我哋，做我哋幫助我哋上嘅調強下來強下做安尼。係啊，真係冇唔錯，因為其實當係一方面是講我哋可以推廣數語嘛，嗬。嗰種譬如本來都有一啲聾人嘅協會來講嘅話，其實對我唔能去嗰邊係推廣性別議題嘅部分。誒，嗰種睇像即個睇聾人入邊去推廣性別議題嘅時間，一定大家嘢接觸度一樣嘅。我看年歲個幾多歲人，基本上從我差唔多我嘅年歲人，接觸都唔會差。不過看到一批嘅基本上可能要更加多嘅交流嘅機會啦。啊人嗱無買會香港來參加一個一整年一擺嘅機會，啊太快都係同我年紀差唔多嘅人來參加。嗰個其實你一啲情形嘛，同我哋一般嘅社會同樣啦，嚇，見唔係講而係容易可能接受到我個個，但其實都真係同一般嘅社會，其實見下位啲差唔多，譬如講中人以下嘅可能接受到嗰個，嚇，中高人級嘅，嚇，可能也接受到可能在嗰度嘅一啲交同嘅部分。像貴東我哋一啲見面嘅議題裏邊，咁從我哋一般人嚟講，從我哋學嘅係最基礎嘅學藝啦，嚇，他個人向我嚟學數語。咁一般人嚟講嘅話，就除咗學數語去上課以外，有乜個方法可以最快速嘅去將自己開始可以去打數語？其實學語言嗬，我哋講尖銳式嚟嗬，一個尖地度嗬。啊，我學數語，我咪想講啊，我做得完全都唔好講法。
俺哋就有個默契講，大家真見到練數年嘅話，差唔多真見差唔多嘅人，而家就唔會講聾人哦，也就同俺哋完全就打數年。比如說俺有時間，俺就哇，太久冇打數年，就請俺嘅聾人朋友唱一次班，出來看一場天陽，打椎鼓，打椎鼓完全就用數來打椎鼓、打數鼓啊呢。俺嘅經驗嘅嗰印象嗰層嚟講，太學時間，俺學姐嘅沙總，俺之前嘅所以說沙總，伊本來數年長途冇安好，結果伊就搞一個聾人嘅男朋友，你會發現一半年底度，伊就速度就變到安強啊，就講哇，學弟妹大家就咧看到目睭都原來安尼搞一個完全嘅尖水蛇，就尖鐵滾嘅尖強啊！真係你想等於講我哋學英文一樣噶啦，好，你搞一個英文男朋友，冇搞一個講英文嘅女朋友，我考試時一定要講英文啊，唔講法語冇用嘛。人家講考試時時嗰種快談嘅話，對方一定要接觸到，跟他有意思嘛。希望對路你這個的發現而已啊。嗰時等於講，你這個一定要學把英文學會，嗬，是學馬語嘅話，唔係啦，是學交通嘅話，嗬，講起嚟以後，唔得慢慢去，是唔是好嘅交通嘅話，是唔是壞嘅交通嘅話，嗬，然後又是共同嘅意見嘅交通嘅話，數語嘛係共樣。嗰時你咪講，純粹是咧一啲學習嘅方法，真係都，或者都認識一啲聾人嘅一啲朋友。對佢是看天樣，好，他跟你對一個天樣嘅想法係嘛嘅，好，可以係影響嘅大，好，睇有都睇得出來，啊，我這個學得影響嘅大，因為可能對一啲天樣，他跟你嘅想法多少差唔多啦，好，嗰時候，可能也要先知道想啊，啊，同時都慢慢識得翻，好，可能對也要傳遞嘅一啲想法係樣嘅，好，嗰時候都慢慢嚟學習，真是按人冇唔錯嘅，係，其實我多少我幫我哋啲聾人朋友嚟講，其實他個人佢希望同人哋交朋友，錯，而哋唔係講，如真係邊個睇角落冇得講，而哋嗱自己強親嘅人，其實有啲沙飛地方可以有幾多嘅啲機會，他個人可以了解。其實都講到一片，我想問一下講，因為而家來講，或者拖到我一開始來講咧，其實我哋而家路行幾少看到有人打數語，而係人而係而啲講其他機器嗰好嘅，還是講其實我哋而啲想冇想唔定將人哋節目，他個人去鼓勵嗬打數語一件事情，還是講有配的原因咯。打數語一件事情，其實數語同我哋嘅本土語言共用，整體來講都係講見來見冇人用嘅，一個語言真見來差唔多嗰種唔見得用嘅。啊，講差唔多聾人語言來講，40歲以上嘅人其實以前嘅醫療冇按發達，冇按喇叭機會去口語訓練，故所人之後學數語。不過，更加40歲以下嘅人，其實有過多嘅機會接觸到醫療，人就有機會接觸到口語，就點到出現一種狀況，就講年歲較大嘅人數語程度較好，年歲較細嘅人其實有可能就完全唔曉數語，冇接觸過數語。不過，我哋睇做一個欣賞嘅角度來講，我哋希望新人咧，唔管而係學數語也好，學口語也好，其實就係溝通方式。希望佢同社會大眾有多一些嘅理解，唔係講佢學口語就冇問題，就從我哋帶點最啱嘅，最落嚟你講話嘅時間，人就看唔到嘅。成人其實看人講話嘅最顯，對人來講，疫情期間唔管你係打數語嘅，也係講口語嘅，其實都生活都受到幾艱苦。無所謂咧，想講數語、口語係種溝通方式，其實希望社會大眾對人溝通嘅需求要更加多嘅認識，安尼。因為以前嘅時間，其實就像我經常講嘅，其實是一開始是冇數語嘅一啲反應嘛，好，因為馬上開一啲臨時嘅記者會，馬上在公布一啲新嘅一啲事，啊，他個人咧咁講，按他唔到可以看事啊。但是有啲位嘢其實冇完全唔對，有時私募冇下班按假嘅時間，其實現場嘅一啲指揮官在公布的關於嚴重嘅事情嘅時候，還有講嗰度醫調人員、醫調人員，你冇辦法打私募嘛。但是而家冇幾多幾重要事情，同時冇規定講有地方佢是唔可以去嘅，有地方唔可以做啊。佢是在最下面盲毛嗰種透明嘅，全部一盲嘅去。
全部都講唔到。其實都有啲記者都講，佢幾度睇唔到人咯。伊都很容易看一道事。好，同時講，嗰種伊根本冇看到天使，佢喺度天使開始有啲屬於啲現實嘅天使嘛。佢嗰陣冇看到天使嘅話，伊都很容易注意一啲按重要嘅一啲公義嘅一啲問題。哦，他個人認為啊，其實有啥個地方，唔但唔係講因為醫療嘅進步嘅，嗰時係等於冇嘅。等於係因為他個人開始冇注意到，但是伊等睇下伊啲按嚴重嘅伊啲公義嘅時間地位，伊哋可能會睇啲冇接觸到最重要嘅事情。嗰時一般我哋來講嘅話，我哋按樣去接傳到啊，譬如講我哋呢啲農業呢啲朋友，我都講我哋開始樣去表現到我哋嘅生意啊，有用嘅啲方法。其實人體攞杯啲買東西嘅時間，時常會本人因為講嘢外國人，因為發現冇按標準，有時候我哋可以有個敏感度講，原來可能佢冇有可能係外國人，入面有可能係睇唔到嘅人。假使講對方講派生係睇唔到，再有咩做啲拿好來嘛？我哋其實要表現善意，也講有耐心同人用筆談來好好溝通。其實溝通對人來講，嗰辛苦要花時間咧。假使講我哋有耐心，而就感受到我哋嘅善意。嗰種耐心嘅件事情，其實係本人感覺到善意嘅第一步。好多地講，根本佢唔會講，因為唔可能講嘅話冇清楚，都感覺到唔接受入嘅一啲溝通嘅，我哋可以用一啲個有耐心、個細心嘅方法去了解到，而係聽唔到，還是講唔會講，還是講其實我哋可以用別的方法去做溝通。嗰時看見咩節目，觀眾朋友我發現到喎，溝通一件事情，唔係我哋平常講，用講嘅唔講客話、講河洛話、講方言一件事情，容易。其實對於到人來講嘅話，而真正可以用數語一件事情去同做溝通。嗰種係咪？嗰種我哋要讀到講，伊可能講話唔係按清楚，甚至如同講，而唔會講話，而能可以用數語嘅人，唔可以慢慢嚟去聽伊講，去聽伊用嚟去寫。去慢慢嚟去打開人家嘅一啲門，本他人可以共下做朋友。今日我咁請下人嘅現場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。休息一下喎，得聽下啲現場來共下運動哦。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當我哋嘅面書、網站，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。